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又係李奧，每個禮拜同大家回顧一周時局啟示嘅時間。今個禮拜嘅市場真係可以用驚心動魄嚟形容，地緣政治同科技巨頭嘅消息交替出現，令到大市非常波動。作為曾經獲得年度香港最佳財務策劃師嘅獨立顧問，今日我會同大家梳理一下今個禮拜嘅三大核心啟示，一齊喺波動市入面揾到資產嘅避風港。喺開始之前，循例都要講句，以下嘅內容純粹係我個人嘅意見同市場觀察，絕對唔構成任何形式嘅投資建議，亦都唔係叫大家去買賣任何金融產品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決定之前記得要尋求專業嘅獨立財務建議。好，我哋先睇睇今個禮拜嘅市場概覽。標普500指數喺禮拜初創咗歷史新高之後，受地緣局勢拖累，連續幾日下跌，收報7108點。相反 ，WTI 原油價格就因為中東局勢升級，由禮拜初嘅88蚊急升到週末嘅差唔多97蚊，成個禮拜升幅大約有 10%。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亦都震盪走高到 4.32%。呢啲數據帶俾我哋第一個啟示，就係標普500嘅集中化陷阱同地緣政治嘅雙向衝擊。俾3秒大家諗下，標普500裏面佔咗幾多係同 AI 相關嘅股票？原來我哋每買1蚊標普500就有近4毫子去咗 AI 相關巨頭度。大家要留意，而家嘅標普500已經被 AI 嚴重綁架，前10大公司佔咗差唔多 38% 嘅權重，單一隻輝達就佔咗超過 7%。呢個已經唔係分散投資，而係一個巨大嘅單一賭注。疊加埋中東局勢、和戰交織，單一資產極容易受到突發事件衝擊，所以減少單一美股大盤，依賴轉向全球股票市場基金，等市場自動調節，先至係更穩健嘅策略。第二個啟示就係 AI 泡沫隱憂同應用層嘅真正機會。而家 AI 基建投入遠超實際收入，科技巨頭左手換右手，製造業績繁榮，大盤 AI 股已經過於擁擠同昂貴。相反，隨住大模型能力嘅同質化，容易引發價格戰，最終賺大錢嘅未必係發明技術嘅人，而係將技術用得最好嘅人。所以我哋應該避開擁擠嘅大盤 AI 股，將目光轉向中小盤 AI 應用型公司，尋找喺淘金熱入面賣產嘅實用型企業。第三個啟示係通脹拉鋸戰同黃金現金嘅防禦價值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震盪走高，傳統嘅股債雙擊邏輯受到挑戰。喺 AI 改變遊戲底層邏輯嘅今日，我哋必須做好 AI 繼續漲同 AI 崩盤嘅兩手準備。大家可以參考下大佬嘅動作。全球央行黃金儲備近30年首超美債，巴菲特揸住超過3700億美元現金，所以增持10%到20%嘅黃金 ETF 同埋增加現金儲備係應對不確定性最好嘅防禦武器。面對咁錯綜複雜嘅時局，我嘅選擇係將核心衛星嘅配置策略全新升級。核心資產方面，用全球股票市場基金取代部分標普500，加入黃金 ETF 對沖風險同埋保留充足現金。而衛星資產方面就精選中小盤 AI 應用型公司，尋找高賠率機會，同時適度保留標普500，確保 AI 持續爆發嘅時候，我哋依然喺車上。總括嚟講，有句說話講得好啱，被動投資唔等於閉眼，兩手準備先可以應對變局。我會繼續為大家密切監測市場動態，及時優化大家嘅專屬財富藍圖。今個禮拜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如果鍾意我呢類短片嘅話，就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下次就唔會錯過新出嘅一周時局啟示，再見。